个无有出现，经典它有出现，所以你当做人看讲讲说话，五法六亲各因转，但用名言无实性，用行转述不由情，还应应处那条件，有一句话无？第句话你听无？五法六亲各因转，我毋是要解释这啦，我讲第句话，但用名言无实性。 经典是名言，性命之言是名言，但有实性无？伊甲你讲无实性，安尼听有啦吼。所以言语伊哩所谓名词拢是方便人用，所以人叫做以名观，依照这个名去收观赏。伊你这个名爱落观，你袂使少个物件，观其其心。 所以这内中呢，伊修发这个地位，爱去修观赏。那安尼当中按真实义地，真实的俗地甲真地来讲起来，不过因为伊拢是一个，不过是一个假名而已。因为这两个到尾后一个叫做哪？第二、第三地道理来解说，不说发这何为第三条，指定一个假名为假地。 即规发这何为？伫这因缘内底当中啦吼，这个因缘假名，即叫做假地，即规发这何为？因缘所生，当地即空啦吼，所以毋通讲叫做空地，即假即空，到后壁当四名发这何为？叫做中道地义。色为空，空为色，安尼听无？ 即个叫做空地无，迄个地或者无名叫做俗地，俗地叫做有，空地叫做空，叫做空有不离，但刚刚就这个出来，第三句出来，空有不二。我讲一个较简单的比喻啦，有一个阴到一个阳，阴阳之交，等到生出一个囡仔出来啦，安尼敢听？ 孤阳不生啦，孤阳不长啦。你惊空地即空啦，嘛袂生道啦。你惊即味有啦，嘛即有啦，这叫两件法啦。空离有中，有离空中，叫空有不离。当即空即个为，或者可以是名当道理。所以圣经甲咱讲，色为空，空为色，色即是空。 空即是色，安听无？受想行识有理，色想行识就拢含面空有不离是相共道理。毋过要到这个道理来啦吼，若真正无用心啦，你无去体悟，你较少在想啦，安尼就对啦。所以呢，因为伊这个咧常讲就是讲，因为我虽然甲你讲，甲你受迄个啦。 你信受弘扬，但你信受你无去接你信受弘扬。我是照着信受弘扬的这个功夫，互你练成啦，安尼名练成你的如是不动安尼名啦。所以呢，到这来当中呢，后边其实这本文啦是我的无与伦和，如来有所说法吼，是我的别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法啦。这句话就是证明，伊第几句呢？伊迄个，这句话就是咧讲咱证明啦，讲过不说不在无明，如来说按世俗地咧讲啦，即有所说按真地咧讲啦吼。 上面即规法这方面啦吼，一切说法非无非是应机而已啦，是叫做随顺因缘啊，而说因缘所生法，无有自相。所以呢，伊甲你讲话，即句话就是在这个解说。如来是我哋无与伦和，就是不能问娑婆地。娑婆地啊，娑婆地，你的心意、你的感受安怎啦？如来有咧说法如何啦？ 伊在问这个问题，他们如来说法如何啦？娑婆地别佛言，因为别佛言就是地底的人对顶悬的人做一种回答。世尊如来无所说法，因为迄个娑婆地伊应该到这个意境啦，
应该师傅地嘛解讲第一，因为佛陀咧讲什么意思，伊大体拢会了解。毋过当中咧，因为师傅地为着要解释了1250人听，伊袂使无到佛堂对机啦。嘛有当时啊，若因师傅会知影，但是伊嘛中叫唔知影，兼咧问啦，问互即阵人听啦。就参像咱读册，即个数学吼安怎算啊？若别个人举手啦，敢是安尼吼？啊，别个人举手就是要讲别个人听，敢是？伊就讲，毋是讲今仔日因为师傅地唔知影，其实伊有当时啊，借即个机要问佛陀，佛陀得解说一下，互因大家了解一下。所以来讲，啊，拄来讲咧说法，敢如世尊如来无所说，伊就讲嘛。你问我讲咧说法如何？毋过在咱咧看到，讲312部经如来说无说法，但是世尊，这世尊就是师父的回答。世尊如来无说，如来就讲释迦牟尼佛未所说。明明你讲312部经，你讲伊无说法，啊那安尼，这个奇怪咧。如来有说法，但是伊无执法。伊无执法啦，伊叫做应机啊，即后壁才就讲啊吼，要说到这部分吼，如来要说法吼，按即个俗定，俗定讲世间法来讲啊，如来是有说，有人我逐日嘛来讲经，当时按真理来讲，即位所在部分，并透是经人要讲，并透是经人要讲，迄个讲是一个名词，因为伊讲了后就随道。所以言去无我，言去成空。毋过咧，咱今日咱若言去，咱讲出话，咱一个执死人执袂了，咱执掉。所以咱佛陀，咱是应机而说。你有需要我讲来听，你讲来听我就袂知，我就袂咧请教你听。有执心动我定思想，所以呢，因为你若讲我佛陀咧说法，你讲我就袂去嘛。所以《金刚经》21分的内底当中。叫做胡说所说分的内底，伊就讲啊，师傅的如来有说法无？但是伊师傅地讲，以我解决所说的，如来无可说。因为以我个人对佛陀的看法，如来无说，可以讲，所以讲，为我所说是名说法。说法者说法者用三体道理来讲过了，说者。我所说，因为你说法这人是应你讲，但是你无有搁继续执意说法，你起来了，我就是讲，我今日讲了，我就是无，就规定，不执着在迄个物件，所以伊的头脑足清楚的，众生内底当中虽然我讲了我就对，所以呢，因为伊内底当中，伊有我所说，用有人所做来，有所说就是公会。不敌我所说过，所以叫我所说是名说。假使有人讲我如来有咧说法，是咧诽谤我。毋过咱就听听会，我咧赞叹如来，所变成讲我咧诽谤如来，因为如来毋是我这个思想，你会知。虽然你咧赞叹，因为你的境界无够，要讲些有境界人，我哋讲法有是错。人讲安怎呢？讲太比较细。你都毋捌，但是佛陀因伊说法，但是伊无接受说法，伊认为佛陀有接咧说法，所以呢，我说者非我所说，是名说。说法者我是应机而说，非我所说。后边伊叫做言去定故，叫做成空。咱听有吼，是名说，我是方便对众生的说法安尼尔啦吼。所以呢，因为按真理来讲，即非或者无。一切拢是无非是应机啊，应机恁听无？应即个需要，过着无样，过着无样。毋是我永远有记迄物件，毋是我永远就是家己讲我即个物件。因为佛陀的经典就佛陀起的呢。佛陀的经典是当时迄个什么人啊？阿难起的呢？敢是当时迄个六祖的经典是阿难起的呢？迄个有人咧记，佛陀基本上伊讲话，伊无咧记这物件，迄是人后壁甲整理出来。所以伫这当中呢，伊讲应什么机语，随顺因缘而说，
因缘所生法，无有自性。我随顺这个因缘甲你讲，比如讲咱今日含科商直接找，咱拢随因缘，我有准备资料，我嘛无操作的资料呢，啊，我嘛无条件，我若条件哦，伊要甲我问我当然袂当讲，迄叫做随说因缘。但是咱众生是歹处的时阵啊，我我一直想我讲咱物件，我袂随顺因缘，随顺就是讲这个因缘来，我这个因缘，这个因缘对我就随顺。但是咱会接迄个物件，毋当叫做哪？叫做众生相，众生叫做妄想，受者上叫做执着，会一直咧想过去迄物件，会执着。我今日讲了哪有介好？我今日讲哪有介好咯？啊，若较无好，我欢喜到要害咯。啊，若讲你今日讲安尼，我生气到要害。迄叫做妄想执。那有当这物件无？好甲无，好甲毋好，伊拢袂使这物件。所以这个当中，你随顺因缘而说，因缘所生法无有自相，所以当体是空，当体是空，应该有。所以你三天道理就是讲这物件，伊一定爱刷只金刚发这佛密，即位金刚发这佛密，四名金刚发这佛密，伊才讲啊三。迄连三就是第一叫做因缘所生法，第二。缘所生法应机即是空，空有不离了后，第三叫做中道第一，中道第一定，所以就造出来。所以迄当中呢，因同体即空，这叫做哪四名或者佛密。所以四是一个几名而已。哦，对对众生来讲，对佛来讲，这是有真实的意义，未能特定，明白恐惊众生产生了疑问。所以第一，既然有一个假名而已，何必后壁有一句话，何必有他说？哦，假名而已，何必又何要去讲呢？因为第一就是假如释迦牟尼佛无所说法，怎么能摄化众生？如果今日你既然知影讲出来，你都唔免互众生执着，你是安怎讲呢？这是一定惊做些嘛，有比讲，这是咱后壁通做一个混合出来。但是第二就是讲，第一叫做金刚发这密，第二叫做金刚即位金刚发密是安怎按照第二步出来呢？所以较实际条目，你若无讲这假名出来，因为无所说法，什么来众生？因为伊若要讲第二步出来。要引进到第三步来，就无可能。你无可能讲应该合办，无第一步引进去，你就无法度人直接发现，因为你毋是应当合办的人嘛。所以伫迄个内底当中，所以咱无有所说。那安尼当中，你要了解众生，第三步，假使若无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就显上生活众生。所以，咱第一个题目，先解释第一个问题。哦，课题有就好啦，吼，因为伊一定，伫这个内底当中一定问啦。哦，因为咱讲到这个所在，第一个问题，先互咱知影就是讲，因为问第一名，金刚发这方面，第二就是要安怎防持，要安怎信受防持，这两个工课。因为咱我拄则咧甲恁解说，就是因为金刚发这佛密，即位金刚发这佛四名金刚发这佛密，迄是三地道理。金刚发这佛密是即部金刚经内底的主要一些议题，但是议题内底当中，你若即位金刚发这佛密，安尼叫做即部义。所以人讲照着金刚发这佛密的内容，但进入了关键。关照，迄个发展是第二关照，但是这个关照了后，才进入迄个实相，当第三步，当个四名金刚发展出去，所以伊一句一句内底当中一直赞助个感恩啦。所以咧，甲恁问到对咱咧庄严佛土啦，甲恁问到这个医佛政府这世界，安尼啦。所以呢，因为咱佛陀咧讲的物件，伊说是拢咧。
看相，爱看义理，上好看，理能力。啊，因为大乘法判决其实歹安尼，因为众生必看的上无好看，啊，明明就顺佛理啊，啊，你甲讲无佛，我才要相信。啊，你明明都有一个如来说法，你甲讲如来无说法，我才要相信，较真矛盾。敢不是？你甲财神带啊，你来会拜咩？你就拜；你无甲财神带啊，你来会拜咩？你袂拜。这叫做看相。你无这个相，你就叫，但是对分对无分，对分对无分。所以呢，你是看表象，迄个有分，你迄个无分，你就袂拜，迄个叫表象。但是佛理对。你分就是你的心理，你的心若分啊，处处就是拢分；你的心若无分啊，处处就无分。哦，啊，迄个分就是讲你的自性不净。啊，你的自性不净落起，你何去何处变分？自心自有分，何处变真分？你要去个自真分，哦，这个意思。但是你迄上无破哦，要记你家己自性，要记你家己发展有可能，这就是讲这个道理。安尼尔啦，吼，啊，时间也已经到，啊，一万看到这个所在，啊，最后祝福各位大家身体愉快啦，吼，啊，明仔载拜五吼，啊，拜六阮平安会，啊，要拜人接受，要拜人吼，可能才有6000啦，所以说平常时我准备了6000点啦，吼，但是拜年啊，咱同学啊，就要去泰国。即回吼，今后计带一支700咱之前啦吼，啊，伊个朋友意见啦吼，啊，请教，啊，迄个伊遐一个吼，一个建议啦吼，我来吼，订700啦，建议吼，啊，要去泰国，咱蔡经理24个去请，啊，4月11。先就是咱简单说法啦，即摆因为过就过啊，啊，大家像咱外口话，敢讲过1个月啊，咱才当见面啊，吼，啊，而且祝福咱大家2026年，啊，2026年什么年了知影？什么年啊？马年啦吼，啊，是马到成功，啊，是马到有福，啊，是马到有钱。嘿嘿，啊，大家马上刀红彩啊！好，谢谢各位。太阳直接哦，了，欢迎啊！感谢父前人慈悲前道义公，敦道义公。平安向无极岛有情3公里前道义公，在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公，感谢点人之慈悲公，敦道义公，在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公，感谢点人之慈悲公。持下向无极岛有情3公里前道义公，在鞠躬，3鞠躬，持下前人鞠躬，送下父前人鞠躬，送下点人师鞠躬，敦道义公，在鞠躬，3鞠躬，持下前人鞠躬，送下父前人